我拼了一个自行车，我也拼了一个自行车，我的自行车会转，我的自行车也会转。哎，转。我的自行车好，我的自行车好，我的好。哎呀，你的拼错了，你的也拼错了，这个是预制早教齿轮积木，人家是用这个拼的。用在这个上拼。啊，那我来拼，我也拼，我又拼。这次我要凭想象力拼接一个豪华版自行车出来。我的豪华版自行车就拼接好啦。洋洋拼的真好看，爸给你打100分。100分。洋洋，其实人家这个有2种玩法呢，一个可以手动让它转起来，你看见没？我手动。一种可以让它电动转起来。哇塞，还能电动，这也太酷了吧！那当然了。那让